珍已经习惯出现在大家面前时，不是美美的老板娘形象，重复做一样的工作，因为植物一样的更新。如果有一些人的思维大概就想说，就不要摆那么多花，可是我就那么喜欢。黄色的花要搭配一些其他颜色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搭配。算不清花园里到底种了多少种植物，1500平的花园，老板娘就是唯一的园丁，只有周末开放，平常是自己的快乐天堂。这也是翁美珍20多年来不变的坚持。我们在台湾为什么过得这么匆忙，然后过得那么紧张，然后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却是那么的凌乱？这个就是启发我，挑战我自己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过像欧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？喜欢美的事物，分享美的生活精神，多年来延伸南庄，打造山城花园，成功推动观光。翁美珍总是想下一步，她的美丽概念还有很多可以做。如果我在操作的话，我会先把房子把它先整理干净，然后呢可以上油漆的先上油漆彩绘，然后再来布置你周边的花花草草。我想要做的是让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都觉得有幸福感。最近他又向县政府建议一乡一村做示范，让居家环境也漂亮起来。窗剪没冲掉，风险被冲掉，赚钱不是重点，叫做冲开，张开有点。翁美珍很自豪，在这里一个转弯，一个角落都有独特的美，而她认为不只是在这里，其实在南庄，在整个苗栗也可以有这么多的亮点，吸引更多人。充钱唔系充电，做得痛快，较要紧。充钱唔系充电，做得痛快，较要紧。